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4，旧历的3月20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提名人李进勇的人事案，立法院早起伫混乱当中来处理。一透早，国民党的立委就挡伫门口，不让议事人员开门，而且是冰刀破水，甲扛棒掠掉，手段是真激烈。民进党的立委是抓机会，爬窗仔门入去开门，才带着李进勇入去会议室。刷落来，以人数优势，顾立的主席台，伫混乱当中表决过关。结果去互国民党的立委经体讲是3秒用啊！国民党立委伫挡中选会人事案。透早6点外，国民党立委就挡伫委员会门口7点半，李干秀由这个技术人员对方行甲哭出来。民进党立委吴秉瑞爬窗门入去开门了后，白头问这个李进勇伫混乱中被人杀入去。民进党我靠人数优势，顾主席台。会议开始，本来民进党立委佮带李进勇上备询台，验过国民党立委全力阻挡，佮爬起桌顶，甲另个立委对呛。破水阻挡会议进行，双方冲突将近20分钟，停止顺达，最后以毒诉决人事案送出委员会。不好意思，3秒有没有服气？不好意思，我所听到的声音，不好意思，叫我要独立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都是告诉我要独立。谢谢。身躯拢被破淡去啊！李进勇佮逃出委员会，中央顶一摆审查的时，狼狽模样。